卫生福利部统计，交通事故是国民十大死因的第8名，其中65岁以上的死亡率上高。台北市监理所要来加强高龄驾驶的教育宣导，望讲会当来减少意外发生。伊嘛提出友善老大人的一寡服务，咱做伙来看卖。监理所人员示范公车门防夹的系统，若有物件开掉咧，门就会随拍开。这是今麦台北市上新型的公车。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有22%，外超过20%已经是超高龄管区。为着要照顾侪老大人和大众的安全，台北市区监理所拍算要甲公车门道道改做有防夹的，嘛算是要为老大人打造更较友善的环境。包含就是我们有提供一些高龄的驾训的课程，还有一些高龄的跨机关的交通安全的演讲。那另外我们对这个管辖的一个客运业者，我们也提供了一些乘车的一些优质的一些环境。我想未来我们会把它推展到各监理站。台北监理所嘛和台北市卫生局合作，签署高龄友善长协宣言。未来要加强高龄驾驶的教育宣导，设置人力功能监测区，也有10年的急救训练等等，来降低老大人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健康服务中心会提供所谓这个高龄化特别是我们的这个高龄长者的一些需求老人家会来参与的长照这些，我们都会在持续的在加强这几个部分。为着要落实高龄友善长协，台北市区监理所拍头阵指出，未来因会对管理、服务、环境及教育训练4大方向来做，嘛希望带动其他监理所推出友善老大人的服务。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